后来过来是台中的警方来接到这个报案，有一个83岁老太太伫路边徘徊，敢若行唔知路。这个员警到场，但是不管甲老太太问啥，伊就是拢唔知，敢若用手来拍伊这个鸡肋仔面顶，伊头伫的这个鸡肋仔。这个员警是真好奇，一个看，原来这鸡肋仔面顶有写真侪电话号码哦。虽然讲这个鸡肋仔有破损，这个电话号码无交齐，也毋过员警是真耐心，来到这个号码，总算是顺利打通电话联络到老太太的后生。你住倒诶？警察耐心问话，毋过行唔知路的阿桑，敢若听无人咧讲啥，佢用手拍家己的斗笠仔。倒用了吗？警察好闲挖过看，原来斗笠仔顶有用笔写电话号码。975还是905？975。斗笠仔旧后阁破去，警察和好心的民众斗相共伫咧摇，这数字是倒一号，真无简单，才卡互阿桑的后生。好啊，恁后生来啊！我嚟看，那会卡到5通，我唔知卡。伊爱甲换一个啦。上面有发现是有行动电话跟室内电话，缺漏大概1到2个数字。甲电话写伫咧斗笠仔顶，就是惊是大人拄到紧急状况，袂记咧电话号码。专家讲，这个做法真好，另外可以当向政府申请爱心手链啊，或者是伫咧是大人惯习在物件顶留电话号码。出门的钥匙圈或者是宗教信仰，他平安符上面会去写他的电话号码。专家提醒，加水是大人因介意的物件，会定定扎伫咧身躯顶的，会当伫咧顶面留下联络资讯，或者是归去交电话布条填伫咧是大人的衫裤顶，安尼就较毋免惊，因会行到碰见。